最近天气真烧热，较袂到35度。不过台中雾峰古井社区有公车牌煞无位通坐，有真侪老大人都家己穿椅仔来等车，实在无方便。市府讲会变预算，看款起定啊。 台中雾峰第63线快速道路桥卡有一位公车站牌，因为无等车停，也无位通坐，中辈来等车无法度徛久，当地民众规气就家己搬椅仔来，中古的茶椅啊、甲凹贴椅就放伫咧站牌下骹。虽然代表社区真有人情味，但是也实属无奈。啊，就变做啦，顶甲太高烂路安尼，遐一只无整齐啦。啊，若弄一个候车亭，就较整齐较好。 较无啦，较舒适，对等车嘛较好。长辈啊，就自己拿这些椅子过来这边，啊，在这边，就是等候车子啦，或是聊天这样啦，也不雅观啦，就等于是好像躲在这边，然后这些桌椅啊，都是那些旧的那些啊，很简陋这样子啦。 台中市现有6892位公车站牌，但是敢若有977位设有等车亭，建设率是14%。伫咧高龄化搁较深的雾峰区，更加只有23座等车亭，加上原本公车班次就少，对时大坐公车真无优先。市府是表示，设置站牌所在主要是受限于私有地取得困难、空间不足等原因，真歹规划整体。因为我们设置候车亭至少要留设1.5米的人行步道，正向式跟反向式，那个就是要考量你人行道还有目前的设置的地点有没有涉及私有地的部分。交通局强调，为了增加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意愿，未来会观察当地使用需求甲情形，而且逐年来编预算，持续评估甲设置相关单车的设施。记者台中报道。